来给他看，试吃了。温室效应和全球暖化。你看空气的水比对。好 ，greenhouse effect and global warming， 记了没？是互相影响的。来，看讲咱即摆气候的改变，咱一个议题就是讲，咱的南北极的冰层融化。后头你无看到啦，你共看新闻啦，啊无有啥去过南北极，有想要去无？你若去南北极，拢要创哪？去佚佗嘛。到人立志讲，我以后要去从事南北极的研究工作。安尼上好唔惊寒，啊，因为要天寒地冻。啊，伊佚佗拢去从哪？南北极最有名的就是什么？咱讲过啦，咱大气层离南北极的上空产生什么？极光。啊，极光啊，极光在哪一层？增温。忘了。增温。最外层那一层叫什么？增温。增温层啊。万倍。啊，极光是那里的带电粒子跟空气摩擦产生。你要看极光哈，每你看有无？极光，你有人家，比如讲你去参加7天的旅行团哦，你有人家等7天吼，拢无哦。迄不一定，甲你保证一直看有诶，啊无就转来啊，因为时间到，下次请早。啊，那有人去第一天就看到，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影响到什么？第一，影响底下的气温，啊，北极熊、企鹅，它们的食物会改变。第二个，冰层融化，海平面上升。啊，海平面 sea level rise， 啊，海平面上升啊，在沿海地区会淹死，啊，沿海地区会淹死。所以啊，咱个气候的转变啊，所以咱来看，这两个是安怎影响的？咱即摆大概发现讲啊，全球暖化。啊，这个 global warming 发生在这个 greenhouse effect 造成的，好，所以上面个文字在进行介绍过哈。在大气层热水灾，三星 greenhouse 的效果，给咱啊。咱个阳光写入来，课本会读较水啦吼，课本会读较水。咱阳光照来，空气的吸收，地面的吸收，地面吸收了后，伊会用运动来用磁场来用一种，因为写出来是红外线。太阳光上面光谱都有。紫外线也有，可见光也有，红外线也有，但是咱的地面吸收了啊，伊用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去。红外线这种物件，伊有可能部分，当然有一点仔会写出去，但是有一部分会利用大气层来吸收起来，这种叫做温室效应。咱地球表面若无大气层产生的温室效应。咱之前有讲过，咱地球表面温度平均温度是15度、15度
但是无即个温室效应，那有可能会降啊零下，所以咱袂当无温室效应。但是温室效应上多，咱所有物件各有不齐。当温室效应伤多，会出问题。好，所以咱其实是平衡啊 balance 的结果啦。咱即摆经过演化，好，咱的生态平衡，咱适应，咱所谓生物适应这个温度，咱这个温度来改变，不只是生物哦，连我们的气候都会改变。你莫了解讲，暖化做好啊，暖化就是热的所在变较热，但是寒的所在变温暖，不是这样子那么简单。因为你理化学过吼，温度增加会影响反应速率，这个反应包括极端气候产生的几率。所以今仔温度升高，伊会造成讲极端气候产生的几率增加。极端气候包括暴风雪。你说暴风雪，为什么暖化暴风雪的几率会增加？因为全球暖化会增加异常天气发生的几率。好，暴风雪在内哦。所以你刚开始会觉得，这不是就冲突的，暖化暴风雪变多，因为暴风雪算是极端天气之一，台风、飓风、暴风雪，龙卷风，像冰雹啦、旱灾啦、水灾啦，这些都是异常天气，所以全球暖化、温度升高的结果，会造成异常天气的几率增加。好，这个也结果。所以想到全球暖化，咱研究起来吼，咱跟空气的使用有关系啦吼。当然，咱的温室气体咱讲过，来温室气体有啥？咱空气内底温室气体有啥物？上出名的就是安怎？CO2 嘛，二氧化碳嘛，还有啥？水汽嘛是温室气体，但是水蒸气跟咱的人类活动无啥物关系。另外一个跟人类活动有关系是啥？两种嘛。这是因为人类活动的频繁，人类活动的增加 ，CO2 二氧化碳增加，还有一个啥？甲烷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这不用讲啊，这哪里来的？燃烧来的，燃烧石油，我们都要用石油嘛，所以这是主要的。然后再砍伐森林，我们一边燃烧石油一边砍伐森林，那在区外让进行碳交换，会让光合作用，咱把树仔拢撤掉，这个光合作用的消息。所以这是造成这个后果。所以，你来查哦，之前有一派的人认为说，甚至有些是科学家哦，他认为说或者研究机构他认为说，其实全球暖化是自然发生的，跟人类燃烧石油或者碳活动增加没有关系。有一派哦，后来发现啊，这一派有一部分人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个石油公司花钱砸下去，请他们做研究、发表论文。为什么石油公司要这么做？赚钱。business is business， 商业意思。
因为你若拢无用，大家拢无爱烧石油，伊个了钱嘛，伊个袂趁钱嘛。这算伊的广告费，但是广告费若甲你讲用这无效，所以他收买研究机构发表这一种论文。我不是说所有论文都是这样，但是有被人家发现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在看很多研究论文，甚至媒体在发表研究，我们那就是讲。迄个媒体试读，迄讲媒体试读，这足重要的啊！你话咧，凊彩看一个研究报告出来，啊讲会食啥物做好，还是啥物无影响，这有当时啊背后都有一些商业的赞助啊。国民国币。这种爱设计哦，对，爱这点媒体试读。啊这。食完做来，食完的增加是啥物做是？这是反刍动物，牛羊排出的气体，排出的气体就是打嗝或放屁啦。它为什么牛羊会变多？因为咱爱食牛肉，咱爱食牛排啊，尤其是牛排啊，所以饲足侪牛啊。啊，咱的迄个饲牛的功夫愈来愈好。你人我有人听感觉食牛肉足奇怪。咱食鸡肉吼，我们吃鸡肉，我们喜欢吃哪一种鸡肉？鸡胸肉。土鸡啊对无？像那土鸡啊好食。猪鸡肉。因为土鸡仔拢都袂走嘛，所以肉架起来很结实嘛。可是我们牛排喜欢吃什么？那种入口即化、很软嫩的，对不对？正好相反呢，你牛排食迄肉做结实的，大家无爱食。你动物甲人同款啊，你有运动。肌肉都会结实啊，所以那个放山鸡、那个母鸡肌肉就很结实啊。牛肉你让它跑一跑，让牛运动，就它的牛肉就结实。结实，可是这牛排人家就不爱吃结实的牛肉，所以养牛要怎么办？就让它不要运动。你怎么让牛不要运动？只要吃关起来，就关起来，它的活动空间就只有，就是跟它的身体一样大。这样它就不会运动嘛，它唯一运动就是头低下去吃那个它的谷物嘛。而且美国的牛肉为什么好吃啊？我们牛肉来源美国跟澳洲嘛，他们养牛方式不一样哦。美国是用谷物类，或者像玉米、大豆这种养，澳洲是用牧场去养，这两种出来的牛肉就不一样，所以美国牛肉比较好吃的原因在这边。可是用谷物养牛代表什么？用谷物黄豆养牛代表跟人类抢东西吃啊！人不会去吃草嘛，人袂去食草嘛，但迄大豆啊、谷物迄人会食一下，你炒在一起，跟甲人类争夺粮食啊！你起五个起它怎么办？很密集，很密集就会产生大量的什么？胶啊！这个东西就是，这个你不要看它的含量比二氧化碳少啊，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，我印象中好像200倍还是400倍。所以这也是重点是它也是随着人类的那种工业革命之后，包括它的畜牧业发达之后，逐渐提升。这两个都是跟人类的活动有越来越升高的趋势，所以按几个那个 temperature 就一直增加。还有这个全球暖化，所以咱看到全球暖化造成的，咱讲的
sea level rise， 好，海平面上升，所以造成气候难民。太平洋岛国，迄个叫图瓦卢的，伊个国家，伊个岛规个已经平落啊，因是平落，是因为海平面上升，所以因的国土淹没，所以因规个国家欢迎纽西兰，好佳在有纽西兰甲收容，所以这个国家等于无伊啊啦，纽西兰敢会互伊一块土地，互恁伫纽西兰家己做一个国家，袂嘛？这些是纽西兰的。好来，所以 climate change 气候改变，影响地球的咱讲的 water cycle， 所以这个干旱洪水、热浪、寒流这种极端气候就会产生，所以造成咱足大的危险，咱的生命财产的危险。对咱台湾有啥物 impact 冲击？对咱台湾的 impact， 咱会看到，咱台湾的温度嘛是偏悬所以咱若继续落咱对几个所在评落来，咱看113页，咱的南洋平原、台北盆地，甲西部沿海，包括咱遮，拢会进入海底所以莫买车，建议买船嘛不应该伫海底，你可能爱驶船来上课以前有一个水世界的电影，就是在讲说，全世界都沉没了，以前的城市都在海底，以前城市都在海底，最后什么还在水面上，就剩下喜马拉雅山还在水面上，所以全部人都去争夺那喜马拉雅山，因为那是唯一还可以上陆地的。当然，那个很夸张。不过你还记得地球曾经有过冰河时期，而且好几次我们会不会有生之年赶上这一种？现在是暖化，暖化是越来越，冰都融化。接下来它会进行一个循环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这是自然的循环，因为地球表面。你若结冰之后，你的温室效应会减弱，所以它是一个单向的过程，它是越来越严重的过程。你想想看，我开始冰越来越多，它的温室效应越来越弱，那是不是气温越降越低？气温降低，冰就越多，冰就越多，温室效应就越弱，所以地球开始冰越来越多，这整个表面结冰，所以它是一个循环，一直到通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再回来，冰河时期的循环就是这样。就是温室效应越来越多，然后冰就全部融化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然后到一个极端之后开始回头，然后慢慢的结冰，整个地球，只是说这个循环都是好几百万年。的一个循环，咱台湾嘛是温度越来越高，所以咱落雨的影响咱的雨瞬间大雨，瞬间雨量越来越高，对，造成洪水 ，flood， 造成洪水。以前的雨是较细，但是落较侪工，即摆是下的天数少，但是增加迄个瞬间雨量。咱的影响要安怎呢？咱永续发展，来，我们怎么办？咱当做啥？国家会当做啥？咱家己会当做啥？国家会当做啥？咱讲的 green energy， 绿能。你要知道一件事现在全球，包括台湾，绿电的比例已经超过核能发电。
什么叫绿电？绿色的太阳能、风力，当然主要这个为主啦，水力，可能还有潮汐啦、地热啦，早这些占的比例不高。早期生，现在风力发电是一个早期生，很主要啊，然后还有太阳能，然后有没有？我们屋顶都是太阳能，太阳能板嘛，啊，屋顶太阳能板，然后还有风力发电，早期生吗？这个已经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说早期生吗？他说早气算吗？啊？他说早气算吗？早期也可以啊，可是因为你早期也是天然气的一种，所以它早期这种东西它也会影响那个，就是说也会有碳足迹，就燃烧之后也是会产生二氧化碳。来绿建筑，我讲话都不清楚。第一个，空气光线增加，减少室内冷气、电灯的使用，这是绿建筑。绿能标章，资源回收，你家己让做啥？就随手关灯嘛，省电嘛，物件卖食，你着爱运费，国外来的，咱食当地的物材，因为你运费就爱耗能嘛，选用节能家电，安尼自备环保购物袋，这种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做环保。